每一次去到大排檔，其實我自己咧都會點一道黑椒薯仔牛柳粒。咁今日我就將入邊嘅醬汁改為蜂蜜芥末汁，同大家一齊做一道蜂蜜芥末牛柳粒。材料方面，首先準備去皮嘅薯仔，將佢切細塊，然後係蒜，我哋將佢切片。牛柳嘅話，我哋將佢都係切塊嘅。呢一次薯仔我哋用空氣炸鍋嚟替代油炸，表面再噴少少嘅牛油果油。牛肉稍微醃一下，加入2湯匙嘅麻油，適量嘅黑胡椒、生抽、蔗糖同埋生粉各1茶匙。翻拌均勻之後，我哋將佢醃製20分鐘。薯仔烤好之後就係咁嘅樣啦。跟住鑊入邊落適量嘅牛油果油，加入蒜片爆香。香氣出嚟之後，我哋再加入炸好嘅薯仔同埋醃好嘅牛肉，翻炒到5成熟左右，再加入蜂蜜、黃芥末醬，快速翻炒均勻就可以拔起身嘅啦。而且5到7成熟嘅口感呢係最好、最軟、最多汁嘅。雖然呢一次嘅醬汁係用黃芥末調製，但係加咗蜂蜜之後呢，味道就會變得更加甜，一啲都唔刺激。無論係空口食定係搭配米飯都好惹味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見。